花莲水水乡的农会有900吨文旦卖不出去，拢倒掉后背，引起关注。因为今年做风台文旦生了较歹看，抓白痴。另外，佮拄着搬上气单，河江村的文旦损失得真惨重。中秋节已经过半个月啊，不过水尾乡河江山区的柚仔农的村谷内面，若是规头块柚仔拢已经变黄烂去，装箱的礼盒也拢卖不出去。在中秋节前的话，应该有到10几块钱一台斤了，然后到中秋节过后，现在就是一台斤只有3块钱，但是采收的工钱一台斤就要3块钱。有一寡村谷内面是空的，也毋过毋是卖掉，是因为盘商甲订单取消，已经烂去的柚仔拢倒伫咧家己的果子园内面，敢若靠农会来买无在调，也无钱买加工设备。农会有收啊，但是收的很少，希望可以外销啦。就是说市场比较大的，因为东南亚哪里的，我觉得他们都买的不多，就是大陆。农会是讲，今年因为风台落大雨，种一个采收期的文旦，若是体型变大点，皮和水伤着，也较无甜，大盘无来收，销路是这几年上歹。大概有900吨的文旦柚没有销售出去，我们会再尽量的协助农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，包含未来文旦的一个面积是不是要再缩小。伫咧水尾乡种文旦的面积有650公顷，是全国上大的产区，今年产量差不多4500吨。这么就看安怎把这款卖不出去的文旦变做加工品。应该是可以考虑，就是说透过这个冷链的技术来让它的这个鲜果保存期长。那保存期长当然要结合一个提早采收，它有从容的作业时间。有柚仔农私底下讲，这个科学产量伤济才是重点。听讲有真侪柚仔农考虑以后不爱种啊，即马只个人希望这款烂去的文旦，若等伫咧家己的果子园，袂互政府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